朝朝搭同一班車，我都會見到兩種人，一種係望住窗外發呆，諗緊下個死線或者會議，希望今日至少過得有意義啲。另一種人呢，對眼係空洞嘅，好似內心嘅聽日已經用晒。佢哋呼吸緊同樣嘅空氣，行緊同樣嘅街道，但係唔知點解活着嘅感覺完全唔同。點解會咁呢？可能你都感受過，有啲日子人生好似好輕盈充實，有啲日子就沉重到頂唔順。我哋都想好好活下去，係咪？嗌完一日食碗熱辣辣嘅拉麵，同朋友笑到肚痛，春天終於嚟嗰陣曬下太陽。呢啲日常小確幸啊，提醒緊我哋活着本身就係份禮物。不過確實有啲時候諗起仲有聽日，就覺得唔可能。呢個唔係軟弱，亦都唔係失敗，係心裏面把聲音太大聲，大到喺人群中都覺得孤獨，大到覺得自己對任何人都唔重要。既然想生存係人嘅本能，點解會調翻轉覺得唔想活下去呢？可能喺某個時刻，我哋人生嘅故事被靜靜雞改寫咗，唔係被真相，而係被傷痛改寫㗎。你渣濃青條小傷口都可以煩你成日，係咪？細細嘅刺痛反而最搶眼，痛楚就係咁，佢將我哋個世界收窄。心理學家叫呢個做認知窄化。受傷嗰陣，注意力就好似鏡頭對焦，越縮越細。動物都係咁嘅，受傷就只係望住個傷口。對我哋嚟講，傷口可能係羞恥、失去或者係揮之唔去嘅孤獨。突然間，生活其他部分都變得模糊暗淡。痛楚仲係個濾鏡，佢將記憶重新剪貼，將歡笑校做靜音，將每個小失敗都 highlight。佢講嘅故事聽落特別真，你係孤單一個，痛苦永遠唔會完，你唔重要，因為個故事太真實，我哋漸漸活咗喺故事裏面。但係呢個真係故事嘅全部咩？如果傷痛呢個編輯偷偷地刪除咗啲章節，嗰啲微小嘅善意，你忘記咗自己擁有嘅力量，嗰啲以為熬唔過嘅夜晚之後迎嚟嘅清晨。無尾芭蕉有句牌句，好多日本人都知，古邪啊，青蛙跳入水聲響。你諗下，個池塘原本好靜，撲通，只係一處漣漪，唔係成個海。呢首牌句溫柔咁樣提醒我哋，突然嘅聲響或者痛楚可能好大，但係抹唔走深處一直存在嘅寧靜。從基督徒角度睇，呢份寧靜暗示緊我哋最響亮嘅傷痛之下，另有真相。就算編輯話你唔得，你條命依然重要。痛楚可能暫時改變你嘅睇法，但係佢冇資格寫成個故事。或者我哋可以鼓起勇氣，輕輕問自己，除咗傷痛編輯話你知嘅，關於你人生仲有咩係真嘅？有冇邊個隨口講嘅一句說話，做嘅一件小事，令你記咗好多年？可能係你自我懷疑嗰陣，老師話你喺呢方面好有天分，亦都可能係老朋友睇出你嘅艱難，只係靜靜雞陪住你做。嗰啲時刻都成為咗你嘅一部分，係咪？再諗諗，你可能都試過喺唔覺意之間成為過人哋嘅光，一句暖心說話，一個微笑，少少鼓勵，呢啲微小瞬間就好似石子入水，漣漪會擴散開去。日本文化裏邊有緣嘅講法，睇唔見嘅線將我哋連埋一齊，你條命正以你從未察覺嘅方式觸動緊其他人。如果你突然消失，留低嘅唔單止係空缺，更加係呢張連結之網上面獨一無二冇得填補嘅窿。仲有金繼用金粉修復破碎陶器嘅技藝，我哋欣賞佢唔係因為佢掩蓋裂縫，而係佢令破碎之物更加顯得美麗。如果你嘅傷痕，嗰啲失望、心碎，正正就係令你故事珍貴嘅一部分呢？
唔係因為痛苦本身好，而係愈合嘅過程顯出咗你嘅力量。從基督徒角度睇，呢份美並唔係偶然，你係被精心創造嘅，你條命嘅意義遠遠超出你所見。古往今來，從來冇人有過同你完全一樣嘅思緒、情感同經歷。呢個唔使係壓力，可以係一種安靜嘅安慰。你嘅人生帶住所有裂痕同金線，係冇得替代嘅。有冇留意到，當痛苦佔咗上風嗰陣，每個念頭都好似透過灰色濾鏡，仿佛一個聲音，痛苦嘅聲音，捉住個咪，淹沒咗其他一切。呢個叫認知窄化，好正常。你個腦只係想保護你，但有時痛苦編輯會將生活縮到太細。改變對話嘅關鍵唔係即刻消除痛苦，而係將佢嘅音量較細，等其他聲音被聽見。可能係揾你信嘅人傾下，朋友、熱線，甚至心理輔導員。喺日本文化裏面，求助有時被視為軟弱。但呢個其實係安靜嘅勇氣。當主要編輯唔可靠嗰陣，為你人生尋求第二意見，你都可以開始留意嗰啲反正晨光照喺塊面嘅暖意，鄰居禮貌嘅微笑，一首令你心頭一亮嘅歌。呢啲細細嘅真相睇落微不足道，但係靜靜地反駁編輯嘅故事。佢哋提醒你，就算喺最灰暗嘅日子裏面，生活都有值得注意嘅瞬間。我唔係要你接受咩大道理，只係請你考慮一種可能性。萬一嗰個話你唔重要把聲係錯嘅呢？萬一你正係為緊呢啲問題掙扎，恰恰說明咗你對生命意義同連結有着超乎自己想象嘅在乎。連櫻花都喺度提醒我哋，佢哋短暫而燦爛咁綻放，然後飄落。但係每一朵都喺季節裏面留低痕跡，靜靜影響住每個注意到佢嘅人。從基督徒角度睇，你嘅生命就好似嗰朵櫻花，獨一無二，無得替代。就算編輯試圖說服你相反，你依然能夠喺個世界留低持久嘅印記。有冇試過將你人生當成一個故事？唔係嗰種結局工工整整印好嘅，而係一頁頁仲寫緊嘅故事。有時字跡平穩，有時俾眼淚整濕或者匆匆草就。美好而艱難嘅事實係，我哋冇辦法提前知道結局。而家令你唔堪負荷嘅章節，充滿心碎、孤獨或者遺憾，嗰章唔係最終章，仲有未揭開嘅頁數，未遇見嘅人物，未抵達嘅正味美好。或者將人生想象成山谷之間嘅河流，會有所幫助。有時水流好急，衝過岩石，令人覺得冇辦法前行。但就算喺最洶湧嘅河段，河水依然流淌，開闢道路，喺你未睇見嘅地方反射光芒。你嘅人生好似呢條河，就算感到難以承受，流動從來冇停過，旅程仲繼續緊。好容易將人生當成待解決嘅問題，需要修補嘅破損。但萬一佢根本唔係問題呢？萬一佢係個故事，裂痕裏面收埋金粉，等待發光嘅故事。你嘅傷疤、過錯、掙扎，冇抹走你嘅價值，而係喺度塑造緊佢。佢哋令你嘅故事只屬於你，冇得替代，並能夠以你從未意識到嘅方式觸動其他人。你唔需要即刻搞懂一切，亦都唔使假裝事事順利。你只要記住，你嘅故事仲寫緊，或者只係或者有一對比你更大嘅手在乎緊情節發展，能夠為空洞嘅章節注入希望。如果你曾經想過放棄，或者呢個係一個溫柔嘅邀請，停一停，唞啖氣，想象萬一你下一章會帶嚟美好嘅事物呢？萬一你嘅人生喺其全部混亂、複雜、奇妙嘅現實中，正處喺唯一你能夠留低印記嘅位置上。如果你喺度懷疑嗰對更大嘅手係咪真實，冇所謂，盡管問。
完全可以。你喺此時此地發出簡單而真誠嘅請求，上帝啊，如果你真係存在，請讓我睇見，喺寂靜中讓我睇見，通過朋友讓我睇見，讓我瞥見裂痕中嘅金線，讓他睇見，讓他睇見，讓我哋所有人都睇見一個記號，我哋唔係獨自喺度寫緊呢個故事。對好多人嚟講，上帝就好似一位充滿智慧又貼身嘅朋友，陪住自己行人生嘅路。唔知你會唔會都想認識下佢呢？我相信呢次相遇一定會係一段好美好嘅經歷。讓我哋一齊祈禱。主耶穌，我承認我的罪，並尋求你嘅寬恕。我願遠離罪惡，並邀請你進入我的心靈同生命。我願意信靠並跟隨你，成為我的主同埋救主。請幫助我理解你嘅愛與恩典。我需要你嘅指引，來真正改變我的心靈，更新我的思想。請引導我，使我的行為符合你嘅旨意同埋我生命的目的。奉耶穌的名祈禱，阿門。